动去帮忙，对不？大家都不敢回应我说对。当然啦，像这种那个新音的那个才华吼，他实情也不是大家想要帮忙就可以取代。但是我是讲除了专业以外。多谢这款的提醒吼，嘛有另外一款的思考吼。我强调讲，咱人若服侍吼，不只是非关性别啦，也非关职位，而是单单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啊，葫芦主日，互咱教会有一个思考，因为咱所徛起的台湾这个土地，确实有伊文化的束缚。当然，比咱搁较伫性别内面，比咱搁较无好的所在嘛是有，咱嘛爱求助帮助甲怜悯。但是咱徛伫咱即款诶基础顶面，咱有上帝帮助，会当突破咱的眼光，突破咱的困难吼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呼召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来服侍你，来敬拜你，毋是因为阮的性别。因为你听阮，你听阮每一个人安尼，主阮感谢你，阮也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活泼阮的生命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伫圣神中的快乐来回应主你的恩典，来成就主你的国度，也互阮会当学习彼此顺服，彼此成就。主恳求你，伫阮固定教会，阮的欠会内面，阮无教业伫所在恳求你怜悯，但是阮相信，阮伫你的话内面，阮伫你圣神同在内面，阮的生命，阮的眼光要得到头棒，阮也要得到祝福。恳求你帮助你正经的生命的成长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